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喜类嘅节目。我俩几章嘅都系老大家来分享你起生命棒球比赛嘅你讲内容啊好，不透然好，非常嘅有意思哈。咪今日当贴片咯，你绕墙头线上热线来到节目地度啦，大家咧讲嘛嘅咧，大家发现冇？你平常时注重你嘅身体控制，唔讲你讲运动然很好嘅注意，所以今日老大家咧讲嘅是了动重绕嘅第四，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嘅裏邊。是喺你嘅林颂凱先生，歡迎。大家好，我係欣賞林頌凱。意思這算是你新學的客家話，從冇新學的客家。我要講一點點客家話。你會談冇？我會談啊。你會談一些些，唔講你昨天講一些些咁樣係冇？一點點，一點點。感覺上那個醫師一直用眼神暗示我，嘿，我會講一點點，一點點。我會講一點點，我會談一點點。对，今天很開心可以歡迎醫師來到這邊哈，因為其實你看哦，很有趣。我們每次邀請醫師的時候，醫師都穿得帥帥的。不過，現場給你做個貼片冇用用，你今天穿棒球服錯。對。因為今天是我要介紹徐生平棒球發展協會跟徐生平棒球賽啊，所以我特別穿了棒球服來了。對，你喜歡嗎？我喜歡啊，而且這很有客家的感覺耶。那你下次那個問診，就是上班的時候問診的時候，如果你穿這個，你的患者會不會覺得，我們的醫師今天好活潑哦？而且一定超親切的，真的哦，因為我上班在平鎮的聯興國際醫院，那個地方就是平鎮跟中壢有很多的客家人啊，對啊，所以穿這樣子，穿這個特別的花布，我相信會可以讓我的病人們覺得很親切。有沒有去就是問診，有沒有去看？被醫生看病的時候，你的患者其實是講客家話，有這種。以我很多哦。很多，青島係嘛？所以阿公阿婆也好嘛，感覺哇就可以講客家話這樣。我也會講啊，會講，然後我就開始慢慢聽，從一開始完全聽不懂客家話，到慢慢的會聽得懂，然後會講一點點。好棒哦，對。不過今天哈，曾年青、防疫青要強都欣賞的都亞片，其實是因為我們要特別跟大家分享。大家有發現嗎？我們在看很多棒球比賽的時候，或是一些運動賽事的時候，有時候球員在場上會受傷，對，是我們在轉播上就會看到的。你會發現他們好奇怪，他們會好像很有效率的，很有 SOP 的，立刻就現場做很多的處理，然後好像醫生就來了，然後那個運動員稍微嚴重一點的，可能就會先去休息，或是直接去醫院或什麼的。我們就會發現，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。是啊，球員。如果任何一個選手啊，他如果受傷，他是沒有辦法比賽的。所以他縱使有再好的球技，如果受傷是沒有辦法比賽。那所以說在場上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有醫師啊，會有防護員啊，會在場上這邊待命。那如果一般我們上去的話是防護員，然後他會先評估這個運動員的這個球員的狀態。如果說可以處理的，可能噴藥啊，然後按一按這樣子就好啦。但是如果太嚴重的時候呢，就不是這樣子，就趕快擔架就過來了。對，然後後面就要緊急送醫。對，你看我很俗氣，我可以看看轉播嘅時間有沒有？我會看到哇這邊噴哇，開始做一些緊急處理，然後可能馬上就上場了。黑某就黑，他就真的擔架抬出去。是的。對，所以其實我們的醫師除了平常非常的忙碌之外，其實醫生真的，我覺得謝謝醫師你這麼熱情的投入，所以也是我們徐生平少棒隊可以說是我們合作的。對，我們已經合作4年了。合作4年了，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說，我們慢慢來建立我們更完善的制度，慢慢來推動我們這些我們所謂的必須，可是也許我們在整個台灣還沒有非常完整的一個這樣子的團隊。所以這個其實跟醫師聊天的時候又講到，好像我們台灣的運動醫學其實是2016年才有這個運動醫學的組成，才應該這麼說好了。我們其實醫生們在照顧運動員，這個是很久以前，大概40幾年前就有了。對，但是真正並沒有任何一個系統，比如說我在學校、在醫院裡面啊，是沒有任何一個系統可以真正的照顧運動醫學的醫生。是，一直到2016年呢，張煥珍理事長呢，他創辦了台灣運動醫學醫學會，就是要教更多的醫生怎麼樣去照顧運動選手。是，對，所以16年開始，我們開始第1屆、第2屆、慢慢的這樣子，希望把照顧運動員的這個經驗，還有這個想法落實到台灣的各地。
让我们任何不管在偏乡啊，在都市啊，这些运动选手他只要受伤的时候，他可以得到他该有的照顾。对，所以医生，你看今年是第4年。对，第2届，哎，16、17、18，我们2年才那个很难，你知道吗？2年才可以一次哦。我们整个上课哦，要上每个医生啊，他们如果来上课是1个月上一次，2个全天哦，一整天要上8个小时，上到晚上9点10点，然后每个月一次要上1年半，然后再考试，然后再实习。实习过了以后，他才可以成为运动医学的专科医师。哇，好棒哦！听医师讲，我很想立刻掌声鼓励一下。不过，那台大胃口那位好 key 啊，像安永改专呀这样的专业在里面，所以其实一般来说，我们像讲国际比赛好了，你国际比赛的一些医护团队的编制，对，好，国际比赛的医护团队哦，就是包含了医生，包含了物理治疗师，然后包含了运动防护员，还有后续如果有需要送的话，一些急诊啊、急救的那一些这样子的编制。那医生就很特别哦，医生其实有中医师。有骨科医师，有复健科，然后运动医学科的医生，对，这些人组合起来，然后根据不同的选手他受的伤，有些并不是受伤的时候中医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式针灸治疗，有一些呢他真的很严重了，可能要手术，所以需要骨科医师，但是那个是等到没有在已经离开了。但是如果平常在比赛的时候的复健科医师可以用一些打针啊，或者是治疗徒手的治疗这些，然后跟着物理治疗师、跟着运动防护师一起配合，然后照顾好每一个选手。是，我觉得真的很棒，因为台大有雄狗嘛，其实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我们讲队医疗团队？因为其实润同然基都来走疗都实践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是很强烈的运动，对，他那个强度很强，所以有时候那个瞬间或是现场及时的那个防护跟急救，对他们来说影响非常的大。是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重要，因为因为今天是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我们徐总的少棒嘛，对，我们就回到棒球这件事情。其实棒球常见的运动伤害，我没有打棒球，不过我光看电视款电型 SD 那个常见的棒球运动伤害，其实我觉得很常在球场上发生。就像这几个礼拜整个那个运动赛事在比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看到受伤。对，最近亚锦赛，然后很快的哦，然后还有12强的棒球赛。对，那棒球最主要最重要的棒球的选手就是投手，因为要赢啊要输啊都是投手啊，还有这些投球野手等等，他们最常受伤的就是肩膀。对，你看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统计哦。快40%的小朋友们，他的肩膀是受伤的，然后30%的小朋友手肘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他在丢球的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这里跟这里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力量。我常常打个比方哦，就是丢球的时候，其实手丢出，球丢出去，对不对？其实连手都丢出去了。那种力量是可以把手都丢出去，只是我们身体的构造把它拉着。是。但是如果姿势不良啊，或者是小朋友们动作不正确，或者是小朋友们肌肉的力量不够的时候，就会因为这样一直拉扯，然后就受伤了。我常常听运动应该讲说。报道的分享，就是说像有些在棒球队地不读投手，他们其实常常受伤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是肩，可是他们可能忽略了他们整个腰跟臀部的连带伤害。哎呦，主持人好棒哦！我今天访问医师，我先做功课好吗？对，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说，他们就一直去医治这个肩，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敏感度，或者是专业医师的那个判断？因为大家觉得手好了，可是事实上，因为他的腰跟他的臀没有好，所以其实反而带来另外一个更不好的效果。是的，对，也是有这样的状况，伤就会一直多，一个来啊。其实不管是运动选手，甚至我们平常啊，我们家庭主妇啊，任何的看到这里有受伤，这个常常都是结果了。其中后面是有原因的，那个原因就像您刚刚讲的啊，他可能是腰没有力气，或者是平常姿势不良。像我看很多棒球的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说肩膀痛，结果后来仔细检查，他们的痛根本不是丢球的痛，你猜猜看是什么原因？腰跟臀，我刚刚讲的不是。好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好，这是其中的一个好答案。
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常常发现的，是这些小朋友们滑手机，头都低低的，然后就这样滑，所以他们是脖子跟这里的问题，所以很紧，所以丢球的时候热身不够就受伤了。你看我想事情多狭隘，我刚刚很认真在想斗呆润同改时间，结果。我觉得这样很害羞哎，他给医生看过说，哎呀，你滑手机滑太久，其实还有动到润同，然改送回入罐呢。哎，你先聊下，你马差，你等下再好好到线上再讲。当歡迎做啲繞牆道連線依然線上連送佢線上呢度節目啦，大家都會分享吼，呢個平常身體要注意，可是運動員的這個運動傷害其實真的是不要去小看它，對，它有可能會影響運動員整個運動員的生涯，對不對？因為一個不注意，本來可以有很好的發展。可惜了，有可能就沒有那麼好的發展，對不對？真的是這樣。是，所以先謝謝醫師，要很努力做這件事情。不過一開始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你講客家話客家話嘅鑼鼓言語吼，先生我先念一遍。好，手痛阿奶，腳痛天在，可以稍微猜得出感覺嗎？手痛阿奶。腳痛天在，我發現你講海陸腔也講得很好哎，對對，這很可以看出手痛跟腳痛嘛，對不對？錯啊，手痛阿奶就是其實有時候我們手痛的時候，其實人也沒有很注意，就覺得手痛我們就坐在那邊，因為我們的腳還可以活動，對不對？而且還不用做家事耶，有沒有？有時候因為手受傷不用做家事，就像少奶奶一樣，可是等到你連腳都痛了，哇，你完全不能行動了，就像是很嚴重的事情。所以手腳就不能這種填在，對，就很嚴重。那運動員也是這樣子啊，是，對不對？手痛腳痛，那就不能打球啦。對，所以就什麼事就不能做了。對，所以這就是這個鑼鼓言語，其實是古時候你講鑼鼓音留下了一個感覺很簡單的知識，其實就是告訴大家說，哎，真的不要小看身上的傷哦，手痛好像還可以不用做事，腳痛你就知道了哈。對，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的愛護一下我們的身體，這樣有不錯嗎？老師還可以哈。手痛阿奶，腳痛天在，不錯不錯，好棒哦！對，所以我們就要抵消你手痛有腳痛改主題嘞哈。我們剛剛講到運動員，對，因為其實我知道，因為醫師投入了這件事情，其實你會到偏鄉去巡迴，我們說這樣子的一個宣導也好，教小朋友也好，這對你來說。你應該看到很多，其實真的會有城鄉差距，然後造成的一些狀態。這個城鄉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。然後我本來也不曉得，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是照顧中華隊的選手，我一開始是從國家隊的隊醫開始，所以那時候去高雄啊，就看到了很漂亮的建築物，然後看到的是很好的、很有資源的一面。但後來呢，因為跟徐師母的合作，我們到了偏鄉去，然後我才發現說，哇，其實這些台灣之光，我們以棒球來說好了，很多台灣之光都是原住民，都是偏鄉的小孩。但是當我走到偏鄉，看到這些台灣之光，他們的小的台灣之光，其實我是很有感觸的。為什麼呢？我還記得有一次在高雄一個小學哦，然後那小朋友就很緊張。然後我就幫他檢查，我還記得那個畫面，我幫他檢查，然後就說，哎，你為什麼要打球？我就笑笑這樣，我要化解那個畫面。然後他就很自然，他想都沒想，因為我打球才有飯吃啊。我就嚇了一跳，因為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面，你沒有辦法想象什麼叫做沒有飯吃。我們會想說，在這樣的生活裡，在社會裡面，後來我才知道。因為在偏鄉裡面，其實是有原住民，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原住民以外，還有很多外配、隔代教養，或者這些社會的弱勢的族群，他們打球其實不像我們在都市裡面，我打球是為了休閒、娛樂，但是這些小朋友們在小小的年紀，他們只是為了要吃飯，是，所以這個讓我非常大的震撼，然後再讓我去看看說。
如果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为了要吃饭，他们是为了要照顾他们家庭，他们有一个棒球的梦，希望当一个很棒的棒球的选手，可以让家里的人过得更好的生活。然后在这一段路上，因为在台湾太多的比赛或者是训练不正常的这种状况之下，其实他们不晓得，他们只知道要练球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的，什么叫做不正确的。所以在这种如果没有人告诉他，他们可能就一直用这种不正确的打。所以这个结果就会变成，他有一个梦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他用的方法，这不是他故意的哦，是他得到的资源或者得到的方法是不够的，所以在这样子的话，就会让他可能受伤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心里的梦没有办法达成。对。那如果今天假设我们已经有资源，或者我们知道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的话，我们只要去到偏乡去。然后去到偏乡，其实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治疗他们，因为久来一次，那根本就不是治疗。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说，我们去了，我们看看他的伤到底严不严重。如果很严重的，我们跟教练说，你知道这些小朋友们其实很辛苦，他大部分都住在学校里面。然后是教练的，教练带着他们，所以请教练带着他一定要去看医生。然后甚至我们把医生联络好，带着让他们去看医生，这个是严重的。但是有80%受伤的小朋友，其实是我们自己教他们怎么做，自己做一些放松啊，自己做一些自我的运动跟复健就会好的。那这样1次2次，那我就觉得说，可以让更多的小的台湾之光。可以在小的时候有机会保护自己，然后知道身体健康是自己负责的。那这样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大人的台湾之光。是，对，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复合式的、环环相扣的一连串的问题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因为其实我们跟棒球很有感情。对，然后棒球也给台湾带来非常多很精彩的那美好的时光。可是你想想看，要有一个大的台湾之光，我们要从小就开始给他们好的环境。可是他们可能刚好相反，因为像医师说的，因为我没有钱，所以我只能去打球。可是他还是可以变成很棒的一个选手。可是因为我不知道要照顾我自己的手、我的身体、我的脚。对，所以我可能因为没有照顾好，所以我造成比较严重的运动伤害，我又没有办法再往前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。其实是彼此拉扯的一个过程。对，我想要变得更好，我球想要打得更好，可是我反而运动伤害了。可是我为什么运动伤害？因为我不知道。对啊，我们又期待台湾可以有一群很优秀的选手。对，所以其实听信上龚真的是感触非常的深。不过因为刚刚老师有讲说，你看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国家队的。医师对，然后后来你真的到偏乡看到这样，也是因为后来跟师母合作，跟徐总这边合作，所以跟师母也是有很不一样的缘分。我觉得这个缘分真的是太特别了。当初呢，在4年多以前呢，我们这个缘分是来自于我的老板张焕珍院长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就看。那个义大犀牛队帮徐总教练办了一个追思的仪式在球场，然后那当天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徐总的一个画像，然后徐师母就很感动，然后就有很多的情绪上来，然后我们的院长呢他就传了讯息给我说，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。看看我们可以跟着师母做一些什么事情。结果2天之后，我们就跟徐胜明当时的理事长顾劲松理事长，我们见了面，然后就谈说我们可以到偏乡去照顾小朋友，是从电视上，然后那个缘分，然后看了那个缘分，我们去走了1次2次呢。那时候我本来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这么远了，我也走不来啊，那么好累而且我好忙啊，平常都好忙，我还要走到偏乡，然后还有偏乡，然后后来去了1、2次，后来我开始发现说，我们真的要照顾的是这些小朋友们，然后真的去做了，而且照顾了以后，就发现这些小朋友都好天真、好可爱哦。如果我们可以多给他们多做一些事情，与其等到他们受伤了，做到
来到医院这边，做开刀做什么？对，那都太慢了，太慢了。如果还不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他们练习的地方去，我们告诉他们怎么照顾自己。对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更有意义。所以现在会有我们那种很基层的医学巡回服务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具体的。对。所以真的就会去，像是事前的预防，我们叫做观念宣导，或者是保健知识的教导这样子。那他们也会能够做一些比较基础的，至少观念跟知识上，他知道说我要这样保护自己。对。或是简单的一些可以做的简单，他现在身上的伤，这个伤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对，而不是让他一直变坏，一直变坏，是，然后自己手受伤了也不晓得哦，不知道需要休息，还要持续去硬的去练习这个样子。对，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，所以也是整个这样子巡回下来，医师也是看到，好像几乎是90%的小朋友都有伤，有运动伤害。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哦，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学校里面看到90%的小朋友身上有伤。那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那一次我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心情是很沉重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有小孩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他只是因为打球，但是他真的不知道，然后一整个队的这些小朋友90%都有伤，那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不知道。对，那90%的小朋友伤，他们带着这个伤，如果没有办法，他们又没有很好的医疗的资源，我们去1次2次，我们给他宣导，但如果当他还是不晓得，进到国中、进到高中，那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的，所以这些小朋友会被一直淘汰掉，一直淘汰掉，一直淘汰掉。对。所以你看哦，他在国小的时候有着棒球的梦，但是受伤了，后面就是他只能去做一些比较基层的这些工作。没错，真的很令人心疼，也很可惜哈。很好，就很好，都改内容，你讲过校长怎么讲？东方宇宙的绕墙的林颂可信上那套节目地图，到大家都讨论，讲实在话吼，因为係講唔係老先生愛用大嘴鼓來講，我們是真的唔了解講，其實整個推班我們小球員其實有這樣的缺乏，對，我們好像理性上知道，或是知識上隱約知道，可是思想性上講，等到你自家慶幸，還要夯一遍的時間，那個心裡的感觸就冇用用。那降暑是很特別的魔空用為什麼呢？因為會心疼，然後但是也覺得很充滿希望。我應該這麼說好了，就是剛看到這些小朋友棒偏鄉的這些小朋友們，每個人都長得很帥耶，你知道嗎？那個眼睛很好看，眼睛很亮哎。然後平常我們都是禮拜3的下午哦，我們下午去。為什麼呢？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不影響小朋友們的課業，禮拜3下午是不上課的。然後我們會等到他們睡完午覺以後再起來，然後再開始上課。然後一開始眼睛很像睡這樣子，但是到後面哇，那個有興趣的時候，那眼睛亮起來，就會覺得很振奮。那看着這麼多可愛的小朋友，那麼很天真，然後對於棒球有一個夢的時候呢，我就會覺得說，台灣的棒球是有希望的。然後呢，但是又看了傷的時候，又會覺得，哎呦，好可惜哦。然後又看到說，其實我們有時候會看一些是小傷，但是有一些是大傷哦。你知道嗎？我其實在很長的時候，甚至會看到這個小朋友的傷是，你一看就知道他以後沒希望了，甚至就是廢掉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的手小年紀，他手就只能伸這樣子。或者是手只能舉這樣子，他手已經舉不高了，但是他不敢說，因為他說他就會怕被他不能打，對，中沒打球，然後就不能打球，他就不敢跟教練講啊，所以有時候我們會想說，哎呀，這台灣的訓練有問題啊，教練有問題啊什麼，其實我覺得不是，是小朋友。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看重身體對他的重要，然後他又不敢講的話，
其实到后面受害的还是吃亏的还是他自己哦，他就真的就不能这样子打了。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种小朋友的话，我会做一件事情，我不敢在小朋友前面讲，因为这样会很伤他的心。我会做的事情是把教练请到旁边，就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会跟教练讲说，谁，他情形真的是很严重，他甚至要开刀，一定要去做什么检查，然后你可以去找谁，然后后续我们再来帮他做安排。好，所以特别严重的，但是这个大概100个小朋友，大概只有1、2个小朋友而已。不过线上还有讲到，比如讲贴片养宠改，你会让教练讲，然后教练讲，你可以安排开刀什么的。事实上，我为什么可以理解小球员的心情？你想想看，我搞不好下个月我有机会去参加一个很棒的赛事，我现在讲出来，我去做医疗或什么，我很有可能我就只能在旁边。手顺就看，其他感应可以比赛，对那个心情。可是当然，这个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。不过换一个角度想，是不是也有一些案例，也让医师说，其实不鼓励一定停手，快斗。对。哦，真正哦，我觉得在国小或国中的棒球选小朋友里面，大概500个运动伤害里面，可能只有1个才要开刀而已，所以那个比例是很小的。我刚刚讲的是。它真的是太严重了，那种是累积性的。但是绝大部分的小朋友们，尤其是他们在这个国小国中，他身体其实还没有完全长好，还有很多希望。而且这些小朋友他们身体修复的功能很好，因为还很年轻，跟我不一样了。我裸嗨嗨啊！我们的修复时间要动冲，他们很快。对，没啦，你还轻又伤。对，然后对，所以我另外一个就是我要告诉这些小朋友们，其实我们可以用不要等到开刀才要治疗，我们有很多不开刀的方法。就像我曾经遇过一个15岁的一个国中生的小朋友哦，他来的时候他是背痛很久了。然后就天拱啊，就天拱空头骨头哦断掉了，脊椎的断了，嘿，那这看起来如果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是在快斗但是我告诉他说，我们可以用打针的方法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，我们开始做一些复健，好，然后挺同，然后去做训练，去把它给做好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小朋友哦，后来。大概半年之后，那个骨头真的长好了耶！哇，好棒哦！然后这个小朋友现在哦，他在日本打球，在念高中，他在日本打球。哇，亚就会欣赏讲诶，亚真引黑台湾之光了，对不对？他很有可能是另外一颗闪亮的星星。对，这样讲。那我先帮他谢医师，因为那时候开刀有可能会影响他整个状态。其实这个开刀不只是运动员哦，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个观念，就是开刀是不得已才开，因为你开下去以后，看起来当然是要把原来不好的地方给补起来，把它修好，看起来是修好，但是开刀会刀划下去，有疤会出血，有疤痕，而且身体会感应到你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，这个整个人的身体，所以说开完刀以后元气大伤，这件话是真的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开刀，但是不开刀不代表就不治疗。不开刀以前一定要做很多的功课，然后好好的训练，然后从饮食啊、从睡眠啊、从生活上面这样自己做好了以后，可能就可以让自己从不开刀从开刀变成不开刀。我真正吃到欣赏讲要轻松有就会讲，在细细的时间，你就会本起较正确的观念啊，你会用来做，因为其实这是为了未来长期的发展。不要说台湾偏乡的孩子或是小球员，因为那天访问泰山哥，底下讲要不要输送，给不要输送，全身都是伤。这只有。欣赏敢讲啊，还不敢讲啊！我们是好朋友。好险！欣赏讲哎，没爱医生讲，你看其实我们这么闪亮的一颗心，你看他自己来问也是给他讲，我全身都是伤，我的腿的肌肉也断掉别人还吓到怎么样？跟哪个医师就会讲，其实因为过去的30年、40年，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欣赏讲哎，我们
都一定有巡回队医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制度性的、制度化的，然后是周延的，从小开始按用照顾。黑共真理压他周对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以后越做越好的话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让小球员有更好的发展，也可以避免像泰山哥有嘛哈，你第一次打给已有团体按养虫，他说他不知道，对，后来才他说他去到国外之后，国外的队医才跟他讲说哇。你怎么这样？对，我觉得这是同样的问题，只是因为吉亚哈伊吉吉有没有身份不一样了？对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做好就可以避免后来像泰山哥暗涌给问题。对，我相信我想问一下医生，就是像你去打暗涌州，然后你带整个医疗的团区暗涌州，其实对醒商，然后跟你带给醒商，他们的回馈也很大，对不对？他们的感受也他们感受超大的，就是。你想就到医院里面了，平常这些医生们是高高在上啊，坐在这，哎呦拜托帮我治疗啊，所以会臭屁啊，然后但是去到偏乡看到这些小朋友们，他才知道原来我们真的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有治疗而已，我们可以再往前面走一点点，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保健身体，我们告诉他们说，其实除了治疗以外，前面就可以先预防，这对医生来讲，他们也是很开心的。我真的要很谢谢医师因为我觉得医师其实工作很辛苦，工作也非常的困难，因为那是一个很难的专业。那除了在诊间里面可以天数台嘎去帮助很多人以外，可是就像醒商讲你永远都不知道，你周一给醒商，你周得给事情，你可以做事情，原来还有这么多。我的意思是，原来可以这么庞大，就是那个力量可以这么大。你在诊间里面服务很多的人，可是你可能没有想过，你愿意走出那个诊间到一个偏乡，你可能可以为我们整个社会，或者甚至整个台湾的职棒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对，所以我想这也是医生可以坐在这里坚持。很忙有冇？还要滚沟来录样有没有？听出来同大家来分享很重要的原因。节目最后同大家我们讲一下，11月26，时间年26版以下就是2版，就就是冠宇亚军的 MV 我们有转播，对，早上就可以去加油了哈。对，我再来调查一下这个林医师，他给一个行程还没很满，搞不好我转播还可以看到。医师的身影，再加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在时间也38号就2点，我们有季殿军的播出哈，也是欢迎你看电视，用起没有同下来，让你跟小球员们一起。加油！对，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医师来到这边跟我们分享，也谢谢医生为我们做这么多的服务，感谢，耶！什么感谢？好，聽你下來做認同了。